一开始我们设立医院以后，我们就开始成立亲子鉴定检查。那亲子鉴定的检查对很多外籍新娘或者需要有亲子鉴定的鉴定是非常重要的。那透过这样的检查，可以得到确定的诊断。那提供桃竹苗地区一个很方便的亲子鉴定检查是非常重要的。那我们医院跟中国医药学院本院以及柯昌明实验室有做一个很充分的合作，所以我们可以提供病人最方便的而且最及时的诊断跟治疗，诊断确定。那我们提供每天从礼拜一到礼拜五早上都可以提供这样的服务，带给民众一个就医最方便的一个检查地区。那只能血液吗？毛发可以吗？那我们目前提供的都是跟一般的实验室一样，一般不是在显示侦查上，我们都以血液检查为主。那大概多久可以知道报告？我们1个礼拜就可以得到结果，这样提供大家及时性，而且非常方便的。